骨被磨得沙沙作响，骨壳在模具中分离。这个很像石磨的工具叫做土龙。所以一打白就没有骨了，还要打后。我们要吃的时候要打过。其实就是碾米机，在自动化设备普及之前是农家必备工具，但几十年来还会制作的，只剩眼前8旬高龄的林玉祥老先生。这个其实很重哎，你这个大的有多重？大的差不多300台斤，300多台斤，240公斤。对，公斤是200。那连你做这个纸都要费很多力气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要很当然听我联系了。哦，喊做的么？还可以吗？喊做的，董演做的。当然做的了。哦，董演做的，当然可以。以木头、竹篾和黄泥土做的土龙，通常要3个师傅合力才能完成。但林老先生现在根本找不到帮手。一个个费劲敲出的刻痕叫做龙齿，凹凸排列、直向横向的路线可都有学问。龙齿的8个块面，在老人家口中就是土龙里的8仙，里头有着骨仙和米仙指挥，骨子才听话。讲起来是很奇怪，为什么我们骨是不会动的东西，我们一推它自己会出来，全部这个牙齿去指挥了。那么眼前他做的就是帮神仙造路了。停了半世纪没做的事，现在重新换回使命感。老先生一个人默默做着不容易的事。3两下已经是汗流浃背，也终于体会到什么叫粒粒皆辛苦。如果不是82岁的老师傅把技艺传承下来，大家根本没有办法认识土龙，也没有办法有体验的机会。是使命感让他继续还在努力着。喊做的么，董演做的；喊做的么，董演做的。